过来消息来看，这几天的天气是真热热，也毋过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哦。暗时开始，北部会搁湿搁凉冷哦。拜四到拜五水气会减少，也毋过拜六开始，搁有另外一阵的东北季风会来，所以会影响到后礼拜一。拜二台湾大部分地区日时拢是多云到好天，不过这款天气伫拜二暗会开始改变。气象署提醒，拜三受东北风影响，北部甲东部各方面拢会落局部短暂雨。明天一直到周四的清晨呢，会受到东北风略微增强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宜花的这一带，降雨几率会略微增多一些些。对白天的气温呢，在明天大致上面呢，略比今天下降1-2度，来到28、29度左右。不过，这届东北风来了真紧，也走甲真紧。拜四日时，东北风虽减弱，全台湾阁恢复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尤其拜五高温甚至会到33度。真紧拜六，另外一阵东北季风通过台湾北部和东北部天气，阁会转做湿淡凉冷的天气。中南部会维持过昼了后落雷公雨的天气形态。周六受到这波锋面通过的影响，可以看到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半部的这一带，像是在桃园到苗栗的这一带的降雨几率是跟前面相比比较明显增大的，所以在北台湾的感受上面呢，是有这种下雨以及转凉的感觉。而至于在中南部，大致还是以多云到晴、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气象署提醒民众，这礼拜天气变化较侪，阴暗温度会降到25度以下，呼吁民众注意早暗温差变化，较免去互寒到。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